話說香港呢個彈丸之地，自古以嚟就係風水寶地。從太平山頂到維港海旁，從中環摩天大樓到九龍城寨，每一寸土地都藏住玄機。而喺呢座城市入面，有一班神秘人物，佢哋手執羅盤，精通易經，只需開口講幾句，就可以決定一個地產項目係咪起得過，甚至可以左右一個富豪嘅命運。佢哋就係香港嘅風水師。你以為風水師最多賺幾百萬？大錯特錯。呢個行業嘅水深度你唔信。最有錢嗰位身家20億港紙，富可敵國，買起成條街都得。仲有個更加離譜嘅，一世人從來唔收錢，但係病倒嗰陣，李嘉誠同楊受成呢啲超級富豪竟然搶住幫佢出千萬醫藥費。今日就嚟大起底，睇下呢班風水師邊個先係真正嘅吸金王者。第4位，蘇文峰，理髮師炒到300萬變3億。自封現代賴布衣嘅蘇文峰係香港玄學界公認嘅4大天王之一。呢位1960年出世，留住一頭長髮，招風耳配 M 字額嘅風水師，身家估計約3億港紙，堪稱由300萬炒到3億嘅投資傳奇。蘇文峰原名蘇文立，廣東雲浮新興縣人，出身普通家庭，屋企人經營肉種批發生意。童年曾經居住喺九龍寨城，之後搬去旺角砵蘭街。中4輟學之後，佢做過跟車、碼頭苦力、工廠雜工、跑龍套，最後喺新世界酒店髮型屋當咗6年理髮師。1983年，蘇文峰開始以業餘性質幫客人分析風水命理，拜髮型屋老闆嘅朋友吳晚軒師傅學習風水。1986年正式開班教授面相、掌相同八字命理。1987年，佢獨自前往西藏旅遊半年，遊歷神山、聖湖等佛教聖地，對人生觀產生重大影響。返港之後，開設多間石頭店，售賣西藏密教法器，同時半職業形式幫人睇風水命理。1988年，蘇文峰首次受聘前往歐洲勘察風水，之後足跡遍及美加、新加坡、日本、台灣等地，開啟國際風水師生涯。2006年，佢同香港有線電視合作，推出風生水起精讀班系列節目，奠定香港電視風水第一人地位。節目入面，佢帶徒弟去銅鑼灣東角道進行街頭睇相實習，更加舉辦玄學比賽，選拔入室弟子，俾人稱為風水界嘅創造101。蘇文峰最傳奇嘅唔係睇風水，而係用風水知識投資。2003年，佢以手上300萬港紙起家投資買樓買股。2006年，佢算到自己將行10年衰運，宣布半退休，風水唔再係正職，轉向全職投資。到2010年左右，蘇文峰嘅身家已經暴漲100倍，接近3億港紙。據講，佢喺香港中環擁有一條小商業街，基本都係其名下物業，而家已經成為旺區。佢仲投資紅酒，購入數百支，部分通過蘇富比拍賣。此外，佢以約860萬港紙購入日本北海道2世古 Velo 酒店1000尺單位，座價更加係一架紅色法拉利跑車。蘇文峰係少數喺官網公開收費標準嘅風水師。風水勘察本地每尺25蚊起，起步價150,000港紙；風水勘察國外起步價200,000港紙；八字全相128,000港紙。睇面相最低消費5000港紙，改名電郵8800港紙。除咗睇風水，蘇文峰仲出版咗約37本書，包括4本英文著作。佢獨創嘅寒熱命論同五行化、動土局俾人視為近代命理學嘅重大突破。不過蘇文峰嘅性格都相當串，即係驕傲。佢曾經口出狂言，我一個頂佢哋10幾個，得罪唔少圈內同行。2012年前後，佢仲同李成澤爆發口水戰，兩人隔空互串，鬧到成個玄學界都知。但係無可否認，呢位理髮師出身嘅風水師，確實靠實力同眼光累積咗驚人財富。蘇文峰嘅成功秘訣就係真正將風水知識用喺自己身上。佢算到自己2003年到2006年係好運年，於是瘋狂投資買樓。之後佢又算到自己2006年到2016年會行衰運，於是及時收手，半退休避過金融海嘯同樓市大跌。呢種知行合一嘅精神，先至係佢由300萬變3億嘅真正秘密。
唔係靠幫人睇風水收錢，而係靠自己嘅風水知識投資賺錢，呢個先至係最高境界。綜合蘇文峰喺中環擁有一條小商業街、日本北海道860萬物業、紅色法拉利跑車、數百支投資紅酒，加上佢2010年身家已暴漲100倍至近3億，身家估計4億至5億港紙，係香港風水界第4富有嘅風水師。